讲啊，迄个个木车、马车、牛车、平车啦吼，车就是讲神的意思。刚才讲起讲，这个神就比小神中心大神最上神安尼个意思。所以伊即道话啦，就咧甲你讲啦，咱虽然已经使咧开迄个大神车啦吼，但是伊的意思是讲，咱已经开着即个土库，你真正把握开这个土库，你真开大神车就是讲，你先是开轿车，哦，你先来开土库，那你开土库，你先就拼开这个土。你今仔日若无了土设置，你若无开土库，你开到尾这土库你开到边车去？意思讲，你今日要修大神法门，但是咱真正对大神法门有清晰了解。哦，咱对大神法门，若真正无真正深刻了解，咱无同突发创新，咱甚至咱家己的即只大神车咱甲成功了，到匠心，无一定，咱家己去搁要交互了吼。即甲你讲就是咧讲，咱的修学过内底当中，一定安怎，不是用嘴巴讲的吼。武术所分即道话吼，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修学者内底当中，就是一定爱了解这个，毋通一直咧吼妄说法。